嘛欢喜。啊，不过小的人说呢，生欢喜哦，做了较好的，就是一个金孙啊，还讲一个千金啊，一个宝贝，足欢喜。啊，毋过老人啊死就哭咧，吼，唔甘咯，哭咯。啊，毋过人伊咧第个讲生欢喜，欢喜来这个世界。不管是生活以来，还是迄个事业以来，不管欢喜，因为来这个世界就有机会，机会安怎？机会会当超生了死，生欢喜，死欢喜，为什么欢喜？因为知影要转去的路欢喜，你无恐惧嘛？为什么死者后你没有恐惧嘛？那为什么会哭？逐日观察外口哭讲，嗨哦，我毋知要甲你送去倒，倒来再讲嗨哦，我毋知要走去倒，两个拢在哭，你知影无？内底嘛在哭，外口嘛在哭，毋知要去倒啊！啊，问题是咱即马袂恐惧呢，知影要去倒，我特别转来阮妈妈身躯边仔袂欢喜，就像我逐摆转后头厝，我嘛拢足欢喜的。阮翁讲，你若要上班，你就安尼拖，啊，要转去恁兜吼，来拼去啥个紧，款款的用走的，紧的紧才早来就去啊！啊，咱上班就关扫，才忙的，安尼。伊讲迄种心境拢无共款啊。我讲我要转来阮妈妈身躯边，我当然嘛是欢喜啊，可是安尼做查某囝的人对无？嫁出去遮久啊，要转来妈妈身躯边足欢喜啊！啊，今仔日咱嘛是嫁出去足久啊呢，去轮回足久啊呢。啊，咱今仔日知讲哦，啊有遮尔好的机会，要转去遐复习，咱人生老我人生不必欢喜啊。所以伊咧来讲，生可喜，死可贺，改变咱的观念。好，那么一些众生对不吉利天来对老母女遐来哦，生死相处，轮回就对啊啦。像一朵花开，啊搁免去，啊开搁免去，安尼一直来安尼轮回，拢毋知影安怎会当相处，咱的真心。咱讲真心，伊安怎来讲？这个叫不行。袂当相处，每一个人拢有，啊，毋过咱拢袂记得。相处就是讲，拢来放都袂记得，吼，就像讲咱今仔日来，咱今仔来学着参班，咱学是哪岁啦？有啦，遐学着啦，我来看来，我像安尼面神要乌去的无？大家嘛对来，啥都对来，拢会对来到你就带叫行哦，对我来入班哦，爱会画无？毋免。啊，学是是啥？学是就是讲。腰来伊会甲你讲我咧腰呢，啊饱来讲我咧饱呢，伊会甲你讲呢，你敢要调乱钱啊？讲我3仔一摇一摆，我家己叫伊甲我叫，毋免啦，伊会甲你咕噜咕噜咕噜甲你叫。啊，你若想要去便所，敢要调乱钱啊？讲我要来便所，我调乱钱啊，毋免啦，时间到伊就哦，叫哦，我就来啊，敢是？吼，啊，所以咱就是毋免甲人叫，啊，咱嘛免去家己叫，咱该安怎？人讲社会来讲捌一捌字啦，遮尔啊好。好6万多年啊呢，敢是安尼？好到6万多年，你根本就袂记得讲咱要做一回事。吼，在座各位前台坐老菩萨，咱有一个啊，有一个啊无？有诶，我想讲你有穿无？我嘛穿。穿鞋啊，穿惯是吼，嘛穿过来10年啊吼，有当时也毋知家己一个啊。所以说，当鞋子合脚的时候，忘了脚的存在。鞋啊，穿到爸的时候，就袂记得家己穿鞋啊。咱的肉体嘛是共款咯，咱排安尼遮侪年啊，排到惯势呢，怎袂记讲哪一回事？忘记了。所以我说迷是什么？迷就是忘记了。所以忘记了我们每一个人有个真心，是咱家己断掉的，是不是叫断掉的？好，一间厝真尔水，还请人来摒扫，你的主人讲，我明日就要回来哦，你较乖乖摒内底哦，哦，歹人会今日。不来点哦，主人跟你明日回来啊，内底爱摒清气。啊，你也无来讲，我要来游览，要去3个月、2年、5个月，我来讲，伊会等你要回来，等刚刚摒就好啊。伊平常时就免摒。那么咱人也是共款啊，你也常常家己提醒讲，我明日要回来哦，我明日要回来哦，我服侍一下哦，我毋是人哦，毋是人是讲那样呢，我是佛祖。